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道路旧火车败马，死伤惨重。经过几若天，即马调伫崩坑内底，第八只车厢经过切割，伫昨昏半暝啊，已经拖出清水崩坑。接落来，阁需要2礼拜的时间来确认崩坑的结构敢有安全。拍算上紧，嘛爱4月20才有法度通车。工作人员连暝赶工，伫柴油车头甲怪手的帮助之下，死伤上严重的第8只车厢，车拉暗时11点外为清水崩坑游出来。工程人员将第8只车厢拖走，因看到往花莲方向的车头被卸一大半，车体外口拢是车痕迹，玻璃窗啊碎糊糊，是这摆事故当中受损上严重的车厢。经过强烈冲浪各地，第8只车厢已经正做一大弯的废铁，要将剩的残坏车厢甲零件拖出来，代替只好用切割的方式来处理。暗时将近11点，交通部长林佳龙要到现场，甲工程人员讨论拖地甲清空崩坑的进度。所以会用2礼拜时间确认崩坑结构安全，上紧伫4月20才能通车。记者综合报道。运安会伫昨下晡嘛有公布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会当看到火车出荷人崩坑，到去弄到一台工程车，会当反应的时间算是无到7秒钟。司机员有饲喇叭，有打档啊，也阁根本挡袂住。若铁轨路顶面的工程车对山径处落来，头尾差不多1分钟，就去互火车弄掉啊。合成隧道从在里面出来，泰鲁国号408车处初日开往清水崩坑这时阵，有一台工程车出现伫铁轨路正边，档啊未富有，直接撞到厝310公尺才停落来，夺走50人的性命。运安会公布关键画面，也指出工程车处理去铁轨路了后，离动的地点只有1分钟。它滑到铁轨上去的时候，离我们太鲁阁号撞到它的时间还有多久？其实就是1分多钟。列车伫9点28分38点5秒驶出荷人崩坑南边出口，9点28 43点6秒，紧急检证记录出现9点18分45点5秒，列车拢工程车反应过程无到7秒，倒出一半拢崩坑口。运安会指出，列车迄个时阵是时速115公里，无超过限速130公里。弄的时阵时速停伫111公里，代表司机员已经尽上大努力，想要游动啊避免意外。ATP 开始产生错误讯号，那代表什么？有一些系统坏掉了。它开始有一些系统坏掉了，那代表它前面已经开始产生刹车了。刹车只有2844到47 ，no before that。外界关心肇事的工程车事发经过，运安会长也监视器画面表示，工地不止一台工程车8点49分，工程车搁载真侪车辆进入现场。其实在现场不止一辆车子在这个作业当中工程车这辆有吊臂的只是其中一部所以当天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其他人员跟车辆的状态。是不是威力，是不是造成事故的主因之一？杨宏志表示，目前也无到分析阶段，但资料齐全了后，有完整的调查报告，佮向外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运安会讲，到上暗尾时刻，司机员袁顺修伊有尽伊上大努力咧打档啊，要保护乘客。若代替昨嘛有派一台专车，护送过往的司机员袁顺修对花莲出发，经过树林，转去到台中引导，代表伊的任务结束啊。下晡4点50分，代替专车长长的喇叭声到台中火车站，将顺治的司机员袁春秀骨灰送回故乡。代替员工伫月台上列队敬礼，也记者旁微笑太太摸骨头呼落车。泰鲁国号事故当中，33岁司机袁春秀住伫台中丰原，伊为专车乘客性命，就算伫最后一刻短短几秒的反应时间内，用尽全力游动尽忠职守的态度，互人感动。伊的遗体找到早起已经伫花莲火化。袁太太也为我们所有在这段时间
在整个协助上的一个关怀，他致上了满满的谢意。他说了，花莲有爱，在每个氛围，在每个协助，他的每一分钟都感受到花莲人给他的爱与协助。伊骨头夫由代替派专车送回台中，这也是代替第一摆以专门列车高规家送顺治司机转去，表示会程真不结束。代替同事也列队送别袁春秀上车，各话一路好行。因为他的工作班尚未完成然后我们就决定说，用专业的方式里面把他运送回去树林做下班的动作，等于就是说把他将他的任务给完成这样。列车12:08为花莲出发，经过事故现场清水崩坑的时阵，停车7打8了后才离开。经过宜兰站7堵站的时阵，站务人员自动列队行礼至最高警旗。下晡2:40，列车暂停树林站，表示交班真不结束。代替人员50人，伫行坎滨黄时段爱关春秀安心下班。他是台北机务段，也就是在树林的这个地方任职，所以在地缘上有很多他们的一个同事，那也刚好在这个地方来送他最后一程。伊骨头夫会送到台中殡仪馆暂存，家属看日子，搁到丰原观音山公墓搭骨坛来安葬。记者综合报道。上线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的导演李安摕到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终身成就奖，伊是华人头一个。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昨昏宣布，咱台湾的导演李安摕到终身成就奖，嘛，俄罗李安是世界上上有创新的创新精神，嘛受人尊敬的当代电影人之一。讲伊无论伫电影制作、导演、编剧，拢有创新的精神。李安知影了后，伊讲这是伊正大的荣誉。伊是捌摕过英国影艺学院4项大奖，包括断背山嘛摕到最佳导演奖，理性和感性是摕到最佳影片，若卧虎藏龙是摕到最佳导演，也有最佳外语片。来关心富比士公布2021年全世界好业人排名，亚马逊的公司创办人贝佐斯是世界上头一个大好业人。伫咱台湾上届好业是郭台铭，是伫台湾排第一，有70亿美金。毋过伫全世界，伊的排名是第369名。就算新冠病毒疫情一年来拢无收煞，改变世界经济，全球人民生活受威胁。毋过，全球超级好业人阵容煞咧增加。根据美国商业杂志《富比士》册来公布的全球好业人，今年有2755人在内，比前一年增加660人。这好业人财产加起来是13.1兆美金，比去年8兆美金加真多。 The very, very rich got very, very richer, and we have 493 new billionaires. That's one new billionaire every 17 hours.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以1770亿美金的财产，依然是第一。特斯拉执行长马克思以1580亿美金第二，伊去年排名31。第三是 LVMH 集团创办人阿诺特1500亿美金。第四是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的1240亿美金。第五是 Facebook 执行长萨克伯格的970亿美金。有股神称号美国好业人巴菲特960亿美金排名第6，也是20年来第一摆落出5名以外。And we see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have a list where most of the new billionaires are not white. So we're seeing more diversity. So what you're seeing is the whole world, prosperity spreading across the world and being more fair in terms of who has a chance to achieve great success. That speaks to a lot of strengths in the modern economy. 台湾有15人在内，郭台铭排名上悬，是伫第369，有70亿美金；广达董事长林百里排第519，有53亿美金。伫台湾第3是国际集团董事长陈太平，排名550，有51亿美金。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做伙关心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咱做伙来看云图。
今日干那伫东半部有低暂雨，过到了后，中南部山区嘛有低暂阵雨。今日高温有27度至29度，若明仔载下半部东北季风阁会增强，水汽会变高，北部、东北部会转淡冷，北台湾低温明仔载是17度至18度。若后日暗到礼拜六，基隆北海岸、东北部雨拢会较粗。空气品质的部分，今日伫中南部、金门、马祖是柑仔色的提醒。中部有一寡所在会达到红色的警示。欠水欠甲真吃力，昨昏是苗栗、台中甲北中华启动分区限水的头一天，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若新竹嘛有一寡所在是用苗栗的水，所以大约有465户有受影响。新竹县政府嘛有提供临时的供水站，予民众去灌水。店面特别停水啊，民众赶紧把宝贵的水留落来，欠啊用。水情接力，台中、苗栗今日已经开始分区停水。过去接水接苗栗水库新竹县市部分地区，即马嘛就要开始限水啊。准备清水机来放啊，然后放饮水机啊，若无就是爱下迄落咱买迄落大罐的。洗澡水把它储存起来哈。厕所用那个洗澡水把它那个冲就好了，就2天这样把它克难克服啊。这届新竹地区受停水影响的，除了有新竹市2个里，还有新竹县宝山乡的宝斗里。自来水公司一透早也派人甲乡公所做伙提醒民众停水的时间。节约用水的同时，也必须要做好一个事先的做一个备水的一个动作。为了减轻民众无水通用的不便，停水范围附近嘛是有紧急的供水点，逐天早起8点到暗时8点，提供有需要的民众取用。暗过嘛是爱提醒民众，可花时期更加需要专门准则用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欠水有影是影响生活。台中丰原即马就里长就里民去无停水的所在，做伙去洗牙齿啊、减洗粪丝。若因为南投入月潭，即马水大底啊，去地乡公所特别举办救护的发挥。正南合掌也清香参拜。南投县里乡的里长甲正百的村民，初六早起举办救护发挥，地点就建伫日月潭，因为若是水位持续降低，必常用水就会变弱。若供电嘛，可能会连带受到影响。这个自助人助，当然也要天助哈。那鱼池乡跟大日月潭地区哦，在40-50年来哦，第一次这样严重的干旱哦，那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还有观光业上面哦，还有民生用水哦，都导致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哦。根据水利署的资料，日月潭的欠水率伫初六早起7点，敢若剩36，这嘛是头一届日月潭举办救护的发挥。当地还佫伫初3开始食菜，希望天公伯会当感受到咱的诚意。那台中地区开始分区供水5天停2天，停水区的里长希望会当招团去无停水的所在洗粪丝，目前已经有10多个人报名。少的来去丰原夜市啊，洗，然后顺续来啊，洗营区丰原无停水啊，那会有多少人？应该。我觉得应该一台车有吧。同款嘛是伫分区限水的中华北部，亲像头毛店的业者，因为用水量大，嘛是头壳毛咧烧。虽然有穿几下的大水塔，不过就惊水无够用，嘛是爱调整服务的方式。我们尽量是，如果是单洗法，就能不洗就不要洗，因为现在停水啊。这个是因为要烫头发，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先洗过一次。员工讲，除了调整营业的时间，嘛爱调整服务的方式，因为惊水无够用，可比就爱减少甲人客洗头的流摆。目前因的水按算价格，敢若会当冻1天左右，即卖会当省偌济水就算偌济，希望会当度过这波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苗栗台中北中华对昨开始实施5天缺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水公司嘛有设临时的供水站，计共有466位，嘛有派水车随时去补水。水公司嘛有推出台水临时供水站 APP， 倒位也有供水站，敢够有水，一查就会当知影。来看《苹果日报》，有一个查某学生3天前指控讲，伊互高雄某一间国口说娘的金牌体操教练长期性侵害，嘛呼吁其他的被害者会当勇敢站出来。后来，有4个女学生出面指控，也过高雄地方法院是认定讲，其中有2个人已经超过10年的追诉期，所以即马敢若有2个成立，嘛判这个教练6年10个月有期徒刑。来关心《中国时报》，
为着要让 A 级预防车会当伫期限内底顺利驻线，已经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一困头要开放到第5类，包括防疫人员、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外交人员、警察、宪兵，拢会使提早注射。嘛，打算要开放互商务人士，也有要出国的人会当家己开钱去做预防车。上紧伫这礼拜会对外公布细节。继续关心火车弄钢电车这个意外造成严重的伤亡，第一时间包厢李继祥人就徛伫现场，边仔伊还有一寡人。花莲地检署表示，已经咧调查讲边仔是徛啥人，嘛有收到民众侪互检方的资料，这资料对案情拢有帮助，会赶紧厘清。对乘客所翕的相片，会使看到泰鲁国号并且事故迄天，义祥工业社的负责人李义祥，甲几下也毋知影实际身份的查甫人，徛伫边坡顶面看。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开元伫个人的面册，征求有人看到当时情形的相片，希望会使有更加侪线索。而检方即阵也已经传问超过10名以上的关系人，要来调查这个案情。在场的呢，应该不止义祥一个人，昨天已经提过了。那我们呢，都已经在这些要查证的事项，我们都在搜证当中，包括我们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很晚了，昨天晚上我们还是去进行搜索，但搜索地点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承包商东新营造公司的大门拢无人回应。代替已经对李义祥个人、东新营造甲义祥工业社这财产向花莲地院申请假扣押。交通部表示会继续追查上游代理、监理顾问的中原工程顾问公司，也有承包设计监造的联合台地工程顾问公司。另外，检方也表示会全力来防止李义祥脱产。有关于资产的保全的部分相关该做的，我们检察官都会去进行。我们在案发的第一个时间点，已经查扣了，这个火车的相关的行车记录器，还有在场车辆的他们的行车记录器，这一些都已经在陆续的在分析解读当中。而负责边坡整地工程的建造商联合台地工程顾问公司是表示，代替甲因讲年假期间停工，公司也拢按标准的流程派员确认停工安全，无想到有人违规到工地开工程车。不但也通知我们也要求包商有做停工检查，相关的停工前的准备工作我们都有完善。至于它的侵入那个细节，我们也就不是我们的所能够了解的。对着外界质疑，身为营造负责人的李义祥违反营造业法，出任工地主任，敢讲无人发现。联合台地是强调，另外名单是负责承包的东新营造所提供的，因只是负责书面的审查，确认工程的专业。而承包的代替工程，即阵要13项伫时间。联合台地是强调，工程是毋是要停工，要由业主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代志发生的时阵，包厢李义祥人就伫现场，对一寡相片、影片会当显示李义祥有甲真侪人开讲，其中有一个人是代替花莲工务单细行的施工主任。代替是表示，代志发生了后，李义祥确实有打电话互这个主任，伊才赶到现场的。检方嘛已经约谈，要调查因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救援车辆行车记录器画面来公布，代替泰鲁国号事故发生了后，李义祥的讲法已出现漏交，正是检方调查的重点。首先，李义祥讲，家己迄天是去顺工地，验过事故工程车早起8点外，红翕到经过花莲市区，车顶拢是咧那，疑似要正做边坡的抽屉。而沿路的监视器也记录到，工程车大约9点进前离去工地，车顶再有咧那。9点半进前，其他的车来到工地，是不是因为甲工程车停伫斜坡，才有车出来，而造成意外？检方正伫调查中。车子滑落到铁轨那边，然后撞到火车。所以是厂商自己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络。调查司机回想到，迄天9点28分事故发生了后，大约10点左右，李义祥真紧张打电话予调查公司来求救。另外，工程车出来了后，到案发的关键时段，李义祥到底伫咧做啥物？案发了后是毋是报案？又开设检方侦查的重点。花莲消防局讲，案发了后有陆续接到报案，是在1空转播了后才确认地点。9点31分开始，陆续就有电话进线报案，表示现场有火车事故发生。
另外，根据李义祥在汽车意外了后，甲真侪人开讲，技术无先敲电话报警来求救。而除了敲电话给吊车的司机，其中一通敲电话给代替花莲港务段的四险的时间主任，对此代替表示，险主任大约是伫9点28分，汽车弄到了后，35分接到李义祥电话了后，开车到港务段提装备赶到现场。到位的时间差不多是11点，而监视器时间是11点48分。据我了解啦，他应该是事发以后接到说有撞击，所以那个施工主任他接到电话以后才到那里。因为我们从媒体的话，他11点48分嘛，他已经撞击以后，他接到因为他是施工主任嘛，所以他就赶入现场来看。不过，代替表示，险主任当时无汇报工程车出来原因，也无任何单位接到伊通报出来，所以讲做着外界质疑，有官商勾结的嫌疑。对此，代替强调，工地发生代志，厂商汇报代替求助是真正常。而为了调查真侪疑点，检方除了询问李义祥甲险主任这人以外，无排除搁再约谈相关的人到案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继续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87万人。咱做伙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50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已经要挖4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300万例，印度超过126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3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90万例。镜头来日本，日本东京奥运伫要举行啊，也毋过日本有一寡所在疫情搁举起来。台湾已经连续7天，逐天的感染人数拢坐过东京。目前日本有6个城市实施防止疫情摊开的措施。若北韩即马已经宣布讲，因为着要保护选手，所以决定无要去参加东京奥运。大大相片配合宣言，北韩体育部官方网站朝鲜体育车辆伫网站上明白表示，北韩为保护运动员，无要参加7月举行的第32届奥运会，也就是东京奥运。正做国际社会当中第一个表态，因为疫情无要参加奥運的國家。政府としては東京大会について多くの国地域に参加いただけるよう感染対策を含め環境整備に引き続き努めてまいります。韩联社报道，这是北韩奥委会伫3月25视讯会议时阵做出的决定。日本政府表示，已经知影这个消息，会向 IOC 国际奥委会甲日本冬奥委员会组委会协调。到底日本冬奥进入倒头算的3个半月时阵，台湾兵库宫城有6个都市因为疫情更严重，为7月开始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规定餐厅等业者免超过暗时8点关门。其中台湾连续7天，一天新增加患者超过东京，和台湾副地区集团杨文成立40到50人的巡逻队去检查餐厅等6万间的店家，是毋是有设假帮将二氧化碳浓度侦测装置，是不是适当换气？另外，自产民众是毋是有挂嘴安这防疫措施？僕らトラブルが一番怖いので、お客様とので、言い方っていうのも正直難しいし。目前，仙台等地也考虑请民间业者协助巡逻店家宽导，只是有民众认为挂嘴安自产的效果无好，认为伤过早，解除紧急状态，放令防疫措施搁一摆限制都困难。公司新闻，但是董变业。即阵全世界拢在欠预防车，美国已经宣布讲，若准因的预防车有够价了后，因就会出口予其他国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强调讲，美国绝对袂亲像中国甲洛西亚同款，用预防车做政治交换。全球疫苗无够济，各国展开疫苗保卫战。不过，即马美国宣布愿意将寄出来疫苗，甲其他国家分享。As we get more confident in our vaccine supply here at home, we are exploring options to share more with other countries going forward. 早伫美国宣布出口进前，中国、俄罗斯甲印度已经启动疫苗外交，卖甲管家己生产的疫苗到开发中国家，亲像中国，目前已经免费供应疫苗予69国。不过，美国强调，因未将疫苗当作政治手段。We won't trade shots and arms for political favors. This is about saving lives.
拜登政府目前还未公布疫苗出口细节，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绝对未过度承诺，疫苗品质也严格把关。济州党医护人员去巴西亚马逊雨林替偏乡的脆族族群注疫苗。最近，巴西医学机构克鲁兹基金会一项研究指出，巴西境内已经发现92种变种病毒株，其中传染力更较强的亚马逊病毒株批反，主导巴西疫情。另外，在圣保罗更发现一种关注南非变种病毒的相同突变病毒株，目前已经展开进一步研究。India has recorded over 1 lakh new cases and close to 500 deaths due to corona in the last 24 hours. It's a frightening number. 印度正做自美国了后第二个一天确诊数超过10万的国家，第一大城孟买疫情上严重，病院人数较多。自2月初以来，印度当局放定限制措施，不过因为变种病毒滚价，和疫情更升悬，为了防止疫情扩开，孟买真济所在已经伫9月启动封城加宵禁管制。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来关心缅甸的军事政变，军方手段粗残，造成示威者500多人死亡。联合国安理会随网有发表声明，谴责暴力，不过并无提出制裁行为。中国甚至伫联合国开会时反对制裁缅甸军政府，这是引起缅甸民众的不满，烧中国的国旗，当地嘛出现严重排华的运动。缅甸示威者将5星旗点倒了后，拍破反火宣泄因的不满，因为顶个月31举行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闭门会议，中国表达反对制裁缅甸军政府的立场。中国上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伫会议中表示，单方面施压制裁会激化矛盾，对立严重，和局势进一步复杂。缅甸军方发动政变，粗残镇压抗议群众。根据缅甸关注政治犯协会，到测试死亡人数已经有564人，其中有47个囡仔，也有2600多人被军政府拘禁。联合国安理会针对缅甸局势2摆发表声明观测，谴责军政府暴力镇压的行动。不过，伫中国、俄国、印度甲越南的反对之下，无谴责军政府政变行为，或者是进一步有制裁措施。为推特流出来相片，看到缅甸民众挂面壳上街路，面壳顶悬一5星旗的手压喙，暗示中国禁止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见死不救。另外，伫越南最近也掀起一波反中情绪。越南网友指控瑞典服装品牌 H&M 答应配合中国当局修改地图，将南海划入中国的领海范围，侵犯越南的主权，发起全国抵制。H&M 最近风波真济，去年捌声明，因为牵涉强迫劳动，被采用来自新疆生产的产品甲原料。这声明顶个月底，互中共共青团并出来批评 H&M， 要求抵制新疆棉，搁大赚中国钱。央视人民日报马上加入批评，伫中国引起一波抵制潮。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记者综合报道。上声消息继续关心台铁道路局摆马事故，道路局跋落马造成严重的伤亡。卫福部有开一个口座，要接受各界捐款。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到昨中昼，大约已经收到2亿的善款，伫后礼拜会开会看这条钱要安怎用。这是一个来自社会的爱心嘛，那当然就必须有来自社会的监督的力量。我们相关的部会。有牵扯到的部会，可能要一起来，我们知道它触角各种不同的面向可以考虑事情。那至于说所以说我们的公正的人士，当然我们会有这个法律界的啦，然后会计啦、社福啦，心理啦，医师啦，这一方面大家来想说，帮大家思考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创伤之后，那这些伤者或者亡者，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台铁道路局摆马造成50个人死亡，200多人轻重伤。卫福部有公布一个捐款的口座，虽网有引起批评，不过短短4天的时间，有收到2亿个善款。卫福部长陈时中昨对外表示，因会成立捐款甲干部管理委员会，上紧伫后礼拜会开会，看这条钱要安怎使用，卖决定募款要募到当时。
来看现场，道路局摆尾事件进入第6天，昨半暝啊，第8节车厢已经流出崩坑啊。即马再起现场上新的状况，咱顺便连线，互公司台记台记者陈雅文，请雅文甲大家讲。雅文。代替台路高第8节的车厢，对昨下半暝12点外的时阵，已经对崩坑来顺利来刷出来，但是因为车厢损害严重，车身只剩1/4，所以刷的过程当中是一度来出现着这个卡条的状况。救援人员嘛有先暂停来作业，来先上香祭拜了后，再来顺利来完成这个第8节车厢对这个崩坑来刷出来的这个情形。昨下半暝差不多10点外的时阵，交通部长林佳龙嘛有来到现场来关心即卖作业进行。回顾代志发生到达已经是第6天的时间，因为第7节甲第8节的车厢是损害较严重的，所以救援人员呢先对第7节甲第8节做切割的方式，甲因来分开。昨下晡3点外开始，嘛先对第7节车厢来开始来做豆豆移刷，因为伊的车身甲转向器的部分是较完整的，所以因是甲这个第7节车厢先刷到这个更帮上，再豆豆用20公尺豆豆刷的方式，先刷到这个和林车站。来暂时，甲其他的车厢共款暂时来存放。第8节车厢落尾再来处理。昨下第8节车厢嘛，伫昨下半暝差不多12点外的时阵来刷出来啊。即马咧就是现场的状况是清理甲差不多啊。后续再搁请着土木技术来到现场来看崩坑的结构安全，再来评估着讲，何时再来开放着双向的通车。以上是记者伫花莲的采访报道。感谢雅文来关心运安会昨昏冒开记者会，针对道路局严重事故造成严重伤亡，运安会毋若公布第一时间伤亡的画面，看落真惊人。根据运安会所掌握的画面的资料，运安会嘛讲，当时工地现场毋若一台工程车。运安会初六下晡4点向大家公布上新的调查结果。4控8处泰鲁国河弄车的时阵，车头弄甲剩半只，实在是非常惊人的画面。左边在隧道口，这个北隧道口的左边，它被摩擦、被剥落了一大片；相对于右边，它是保持完整的。运安会表示，经过公路监视器、行车记录器现场分析了后，确定伫迄个现场，毋是只有肇事的工程车，而且还有其他的车甲人员。其实，在现场不止一辆车子在这个作业当中工程车这一辆有吊臂的只是其中一部所以当天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其他人员跟车辆的状态。工程车用粗的落伫铁轨路顶悬，伫泰鲁国河弄到进前，工程车的玻璃早都已经破去。工程车伫铁轨路到互泰鲁国河弄到，这时间只有差不多1分钟外。它现在提供出来的软体比较粗略的，所以呢，我们正在要更进阶版的软体。我们下次再呈现的话，会更完整。有向监理机关提工程车的监理资料，而且向原厂确认了后，发现工程车伫原厂维修资料只有到2009年，而且原厂表示，工程车档案系统确定是改装过，毋是原厂的档案系统。是毋是工程车的人为因素造成的这摆意外？运安会表示，这交予检调单位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意外这么惨重，嘛，互改革代替的议题又搁受关心。在野党的立委是表示讲，代替若是要改革，袂使干那是铁路局家己做尔，中央应该爱出面。若代替的产业工会是表示，代替的高层看待安全文化无介好，应该若是要改革，就爱听基层的声音。代替发生泰鲁国河败尾以外，代替改革的话题，搁再受到大家关注。有立委讲，代替若要改革，干那铁路局来做是无够的，应该爱有更较悬的中央机关来出面。这不是一个部会的问题，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好，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要求说，行政院必须要赶快去正视这个问题。我想这次的事件也衍生出来，其实台铁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包括整个一个企业的文化，还有相关的体制。代替产业工会表示，执行改革的单位若是干那代替局，
确实有可能无法度较全面发现，而且解决问题。现行的发包的政策，如果说是都有依照法令的话，那的确是需要在更高的层级来去做整体的检视。如果说它层级还是锁在台铁局的话，它的确可能没有办法去发现或者是做具体的改善。产业工会表示，真侪基站希望会使对安全有更较全面的保障，但是台铁高站对安全文化的要求是无讲解看重。因是真无力。我们可以看到说，像今年的1月潮州假死的事件，3人工作，台铁只让2个人去工作，在高铁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铁它就是规定这个工作就是要6个人。那如果说这6个人都没有在的话，除非等到第6个人补足，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做施工的。所以我们认为问题还是在于，就是台铁高层对于安全文化的要求，他们到底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做就做，能做尽量做，还是说是以安全为前提？工会嘛讲，虽然高站拢讲有提出改善计划，不过第一线的基站人员认为，真侪计划拢是凊彩做做，台铁若是要改革，嘛就爱甲基站的心声听入去。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台南。台南满道的油画文旦是顶港有名声，下港真出名。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这阵油画会当咧开甲水当当，也毋过嘛是按等到5月份才会当看到港务结止，才会当知影讲今年的产量有偌济。讲到台南满道，就会想到真出名的文旦。即马当是油画花开的季节，四界拢会使看到白色的花，佮闻到油画花的香。较烧热，佫无雨水，佫无雨水，所以讲伊的花开了特别较多。今年是拢做一摆拢出来，伊加开了加足水的，量也很多。今年开花率比英国好，当花冷起，中央的果子就是咱遮的油画。虽然是开真侪花，毋过也是爱等到5月才会知影产量是偌济。整个麻豆的园区，它的花的开花量其实都算蛮多的，包括我们昨天也去瑞穗，所以今年普遍是这个情形。然后后来等于说要看它的产量是含古尼比的状况怎么，其实还是讲我们班长讲单加每年，当今它在5月的时阵也许呢，迄个走果率好坏开始影响，开始当确定的讲咱今年产量的情形。因为全台湾欠水无落雨，才有遮济油画花，期待今年的油画通大出，互大家伫中秋的时，食着上得时的水果。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邦寮的新隆社区，原本就是一个传统的养殖渔村，即马透过农村再生计划，要转型变观光，有设计旅游行程，邀请民众会当做去体验渔村的生活。游客挂手笼，切笑鱼掌伫因手内底，爱家己捏出一粒一粒做饱甜的鱼丸。DIY 观光行程，互游客体验无共款的渔村生活。因为从来没有去做这种做鱼丸的 DIY， 所以觉得是蛮稀奇的，想去尝试看看这样子。若是体验鱼丸 DIY 的活动，伫咧邦寮新隆社区的游艇内底，结合当地人文特产的特色，游客会当透过农村再生计划，看到社区的艺术作景，体验饲石斑，佫会当欣赏出海口红树林生态景致。全台湾最南部的红树林生态，有一些招潮蟹、弹涂鱼，希望能慢慢的能富裕回来，在食育教育里面会融入了我们当地的人文地产景的特色，游客来也能把这些知识带回去。观光游艇内底，社区以乐鱼、鳗鱼、食鱼做理念。鳗鱼的观念是对意大利开始，食着时嘛，互海洋资源有够夜的时间会当恢复的量，用对环境较好的方式来掠鱼，甲到海洋资源会当长久发展，用当地农渔特产研发出无共款好食的料理，互游客看到邦寮渔村的多元。记者综合报道。今年雨水少，可旱严重，食物为着要生炭，花是开甲真旺。亲像伫森林斗六，也有顾客甲拿来，最近灵眼花就大开，也毋过乃至草青菇仔的数量嘛真侪，病虫害真严重。今年雨水真少，灵眼花大开，不管是路边也是种灵眼的专区，因讲每一丛花拢大开。也毋过详细一个看，因看到袂少虫仔全停伫花顶面。今年的虫仔数量真多，民众烦恼若造成虫害，也影响民众生活。拢来食花，乃至食了吼，拢话食灵眼啊，遮无，遮嘛有啊，遐你规堆，哎咯，
遮咧拍沙，大家即摆大家也用甲咧连网打咧拍沙。云林县防疫所表示，防治这虫仔会通海分两部分来进行。若是行道树也是环境徛过附近有出现真侪种虫仔，民众使向所在地公所来通报，再佮由各公所派清洁人员来排喷药的日子来进行防治。哦，足济咯，世界看拢是世界看拢嘛有，政府拿不出来，政府看没有拿处理啦。这个农园来讲的话，是可以使用农药的，但是在我们的庭院里面，因为它跟民众的这个生活接触比较频繁，比较近，那基础上来讲的话，我们是会建议它使用的是环境用药。防疫所讲，即阵云林县大约有100公顷是专门伫种奶子甲灵养专区，分布在斗六、林内、古坑这山区。若是对专区的这奶子的虫仔来防疫，已经甲相关的药剂补助费拨予各地公所。若是需要的农民，应向公所来申请农药来喷药啊。而其他县市收买这虫仔的2片，因为数量大大增加，云林县基于安全的考虑，并无收买这虫仔2片。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咱台湾家教管理当地转型，有甲一寡传统艺术合作推出艺文课程，当做教化的一部分。嘛发现讲，艺术教化确实有影会当降低再犯率。公司台记台的青春咱的网节目，10点要带乡亲，咱大家做来去农仔内看艺术的美光，安那点到受刑人的心。法务部矫正署统计，台湾各地加额收容约6万的受刑人。当年大约有3万人会回归社会，真侪受刑人伫坐监的时阵，若无改变，颠倒有机会交流更加侪犯罪技巧甲管道。其中毒品犯的再犯率更加是有9成遐尔悬，迄是敢若加禁隔离的高压管理无法度阻挡犯罪问题。古典犯罪学派在18世纪的时候，他认为监狱就是监禁隔离。但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我们叫做实证学派，犯罪学的实证学派。那实证学派它主要的主张就是说，他们在临床的研究发现，人确实是可以给改造的。为了减少再犯率，法务部矫正署最近几年搁来推行艺文教化课程，为传统技艺、造型、家具啊、魔术拢总有。大量家教甚至成立培植影音小组，训练受刑人拍微电影。老人，先行全景太冠，5、4、3、2。影音小组是伫咱台中港是较特殊的单位啦，吼，伫一般的监所是无这个单位的。经过咱的老师的帮忙，咱的科长的帮忙，包括讲咱工程主任，讲斗相共，包括器材，用美金老师伊透过生命的教育，联合企业来讲赞助，所以阮才有遮好的器材。其实咧画图的时阵，根本就拢袂想讲生活上的代志，你拢是想讲，我这个色配这个色，安尼咁好看，进入一款无我的境界，所以画家那会像全部的人拢无一样。在磨练技艺过程当中，受刑人甲过去犯罪连结切断，找到新的成就感，甚至得到厝内人的肯定。出台教条式的宣导，有效降低再犯率。记者王艺峰、柯宏尧台中报道。台湾目前是麻叶探种的季节，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甲林务局有合作，有说全国头一个麻叶饲囝的直播频道，记录一对麻叶翁仔某请养2只鸟仔囝的过程。鸟仔树内底有一只鸟仔囝的只脚和喙暗的揪大白条，鸟仔囝行来行去，另外一边的揪大嘛交着树枝。屏东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看到影像，拢惊一条。其中一只幼鸟的脚被口罩缠住了，口罩线这样。那大家在看直播的观众还有我们都觉得非常紧张，说会不会没办法挣脱，然后他的脚就被绑住。那幸好就是在过了1-2个小时之后，他那个幼鸟顺利的自己把那个脚给挣脱。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人员伫山区找到这个麻叶树，因溜电线利用长镜头，对顶个月19开始直播麻叶爸母亲2只鸟仔囝的过程。
发现因足爱捡物件倒来缴收，连亲民备忘的网纸嘛捡倒来。垃圾的量越多，而且是这种亮色系的东西，它从其他的鸟从天空要看过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巢非常明显在那里。那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说，我家在这里，而且我家里面的就是这个垃圾量很多，代表说我的能力很好。其实伫直播进前，要发生树仔骹有人备忘火烧起来，差一点烧到鸟兽的意外。加在拍火了后，4只鸟仔拢平安。这是全台头一摆肉叶饲囝直播，已经有15万人次来看。经过这2礼拜，大家看到因一家伙仔的生活，看到鸟仔囝哪来哪大汉，嘛更加了解肉叶的生态。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随镜头来关心受疫情影响，已是外送平台大受欢迎，不过嘛出现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问题。即马伫西班牙，因就宣布讲，咧定法律甲外送员看作是领薪水的辛劳，毋是做散工，嘛毋是兼职人员。正式的员工爱有的权益甲福利，因嘛拢总爱有。不过即马嘛有外送员较烦恼讲，安尼会失去这份势头，无法度寻求较自由的空间。你是外送平台的外送员，性质正特殊，会当家己经这短的时间无固定工时，到底是毋是外送平台的员工？伫世界各国拢有争议。台湾劳动部不伫2019年认定 Foodpanda 甲 Uber Eats 两间业者甲外送员是雇佣关系。西班牙政府是开澳洲的先例，宣布外送员拢是领薪水的员工。Miles de trabajadores y trabajadoras pues serán laborales, gozarán de todos los derechos que tienen los trabajadores y trabajadoras。西班牙劳动法规规定，全职的员工一礼拜工时上最40点钟，除非是劳资双方同意。一天上班是袂用超过9点钟，一年带薪水的假期至少30天袂当换薪水。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看起来是好代志，不过有种啊劳工颠倒担心，无亲像以前会当时间较弹性，收入较悬。发新社就讲，这项新的协议会严重影响零工经济，也就是这款以网络平台做基础的独立工作者。Lo que nos apasiona de este trabajo es la libertad, poder trabajar cuando queremos, poder salir a trabajar cuando necesitamos。24岁外送员奥辛身体一直拢无好，无法度控制发病的时间，可能是1-2点钟安尼，也有可能是几礼拜。身体若无好时阵，只要是 App 的离线，唔免向任何人报备就能休困。不过这嘛新的措施，可以唔知要如何是好。Un contrato que tenga fijado, tengo que pedir baja. La baja, de hecho, me la van a dar por mi salud de lo más larga que pueda ser mi crisis, que a lo mejor es de una semana。去年9月，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是为外送平台 Glovo 加外送员有雇佣关系，西班牙政府就顺这个事宣布这项新法令。不过是好是歹，也该看。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世界正新鲜，来看俄罗斯有一间电视台的记者，最近伫街路做现场连线的时，熊冲出一只狗仔，这只狗仔是抢走伊的麦具，连线报道嘛转去。后来呢，这个记者就赶紧去捉这只狗仔，嘛抢倒来伊的麦具，完成任务，而且佮这只狗仔交朋友。做伙来看这段新鲜的画面。这狗仔抢麦克的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卫兵长的主播甲记者连线讨论天气状况，记者马上予伊肯定的回答。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Елена. Ну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толичный регион пришла весна. Столбики термометров будут показывать на этой неделе до 8 плюс 9. 想袂到这讲两句话，熊一只狗仔将记者手中的麦克抢走，记者赶紧追去，连线也转去。无偌久了后，记者重新上线，不过镜头仍看出麦克顶悬有狗仔加过痕迹，互人意外是狗仔也甲记者斗阵入去镜头内底。Елена, ну, как я и сказала, пого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тличная, подходит для прогулок с вашими记者原来按打狗仔，原来完成连线，狗仔乖乖坐伫伊的身躯边，最后还佫伸出前脚，甲记者握手，明显双方已经正做朋友。原来迄时阵，这只狗仔甲主人咧散步，不过无别狗链，伊对记者手中失水鲜艳的麦克感觉好奇，才会跳起抢，好佳在无造成任何人受伤。这代志拄发生伫4月7日愚人节，影片伫一天铺上网络了后，4天来吸50万人次点阅，也为电视台做一摆成功的宣传。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
有海洋的生物专家发表上新的研究，讲海水的温度升高会造成赤道附近的海洋生态有改变。那选乌会白化死去，连本地伫赤道海域活动的动物嘛会刷到败位。这是中美洲国家古巴的外海海底，原本应该5岁10个酸乌世界慢慢产生白化现象，表示酸乌走向死亡。生态专家经过长时间研究了后认为，除了水质污染、暖化造成海水温度每年升高，也是重要的原因。同款情形也发生伫泰国南边的安达曼海，同款是伫赤道附近，也同款是水生物种减少的问题。这礼拜上新出来研究，针对将近5万个热带水生物种做研究，时间是为1995到2015这60年，分成3段，分析前、中、后3个20年期间赤道附近海域的生态变化。发现社引用研究团队的资料指出，赤道附近海域已经有1500种的水生物种消失，有的是死亡，有的是规定选到纬度较悬、水温较低海域。We found that almost all the marine species have are moving away from the equator, and they are accumulating in the subtropics,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higher peak in the species diversity. 意思就是赤道附近海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专家认为，这不止互赤道海域真歹看到5岁10个热带鱼，也互真侪高价值的水产真歹生存。影响就是赤道附近沿海国家渔民渔获量会减少，生活也更较困难。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天气无伫知，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也毋过明仔载下半晡，东北季风又搁会增强，水气嘛会变高。伫北部、东北部明仔载会转淡冷。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5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掌声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